作為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，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為僱主準備強積金相關申請？當強積金計劃轉移至積金易平台後，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，例如僱主嘅家庭成員，就能夠透過積金易助理界面，為已登記積金易平台嘅僱主準備強積金申請。隨後，有關僱主就可以透過簡單步驟，喺積金易平台上查閱並提交你準備嘅申請。如何為僱主準備強積金申請？你可以為僱主準備登記計劃、轉移資金、提交僱員供款資料、登記僱員、終止僱員受僱嘅申請。隨後，有關僱主就可以喺積金易平台上查閱並提交申請。喺準備申請前，請同有關僱主清楚溝通強積金指示詳情，並取得佢哋嘅積金易號碼、註冊證號碼，例如商業登記證號碼及公司名稱。首先，前往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 或動至頁尾，點擊積金易助理界面，選擇強積金中介人或其他為你嘅身份類別，並輸入個人資料。輸入你嘅電郵地址及手機號碼後，點擊驗證，以接收一次性密碼並進行驗證。輸入你收到嘅驗證碼，你將會有1個小時完成申請。選擇僱主，再選擇申請類別。你可以選擇為僱主準備登記計劃、轉移資金、提交僱員供款資料、登記僱員及終止僱員受僱資料。如果你需要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，或者進行資金轉移，選擇登記計劃或轉移資金。從清單入面選擇受託人及強積金計劃，選擇你所需嘅電子表格。點擊確定前，請仔細閱讀重要資訊。輸入僱主嘅積金易號碼、註冊證號碼，例如商業登記號碼及公司名稱，然後填妥電子表格。提交前請仔細核對表格內容。提交後，你同僱主都唔可以再更改任何資料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，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並發送已準備嘅申請俾有關僱主。當你嘅申請成功發送俾僱主後，你將會收到電郵通知。如你需要為僱主準備提交僱員供款資料、加入僱員、終止僱員受僱資料，請透過批量上載功能提交。從清單入面選擇受託人及強積金計劃，輸入僱主嘅積金易號碼及註冊證號碼，例如商業登記號碼。然後，請細閱批量上載指引，並下載合適嘅試算表。填妥試算表後，點擊瀏覽或使用拖放功能，選擇該檔案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。系統需要時間處理你上載嘅檔案。當檔案成功備妥並發送俾僱主後，你將會收到電郵通知。請提醒相應僱主透過積金易平台查閱並提交該申請。僱主如何提交強積金中介人或代表準備嘅申請？當中介人或者代表準備好申請後，有關僱主將收到電郵通知。隨後，僱主可以透過積金易查閱並提交該申請。而家我哋就介紹如何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完成該步驟。首先，登入積金易網上平台，喺主頁選單上，點擊代辦事項，選擇相應代辦事項。如果僱主嘅代表透過批量上載功能準備僱員供款資料、登記僱員及終止僱員受僱申請，請先下載並核對已上載嘅檔案，然後點擊批核，以確定提交。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，僱主就可以成功提交申請。
如果係透過電子表格提交強積金計劃登記或基金轉移申請，點擊繼續，以查閱該申請，核對申請詳情，包括強積金功能、強積金計劃名稱等等。仔細查閱強積金中介人或者代表準備嘅電子表格，點擊確定，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，僱主就可以成功提交申請。申請完成後，有關結果將透過電郵向僱主發出。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 了解更多。